伫即段期间，只要雨无介大，我就逐工去树林拍蜡，嘛常在发现对我有路用的物。特别是我发现一种野生的粉鸟，因的树毋是像搬家安尼伫树顶，是像有人饲的粉鸟安尼伫石壁空。我掠几只鸟仔囝，想要甲因饲大，但是等因大了，就飞走啊。反正是因为着出去讨食，因为我无啥通互因食。毋过我常在发现因的树，就搁掠因的鸟仔囝转来。即种粉鸟肉真好食。即时阵伫整理家务事的时，我发现还欠济物件。头起先，我认为这无法度家己做，事实有诶嘛是安尼。亲像讲，我袂晓箍茶桶。头前我讲过，我有一两骹桶仔，毋过我开几礼拜诶时间，嘛无法度家己做一骹新诶桶仔。若桶底我斗袂入去，我嘛无法度甲桶边擦片夹袂漏水。落尾我只好规个放弃。另外，我欠蜡烛，所以天一个暗，一般是7点，我就去困。会记得伫阿里卡探险的时，我捌用芳蜡做蜡烛，毋过打我无芳蜡，我唯一补救的法度是逐摆太阳，甲阳油捡起来，缀伫顾日头曝干的土盘里，加一个麻丝做的灯芯，故安尼来点灯火。即款灯火虽讲无蜡烛遐光遐稳定，尚无互我一点仔光明。伫做遮的工课中间，无意中我找到一个无大的袋仔，这我伫头前捌讲过。袋仔内面有饲鸡仔仔的册仔，毋是为即摆的航行。我晓，迄是以前船为里斯本出发的时所载的。袋仔内面剩的一寡册仔，早就互鸟鼠耗过了，干焦剩壳含一寡沙仔。因为我需要用即个袋仔，就甲册沙仔倒伫石壁的面下围墙骹。我想，迄时我是因为雨势若惊着，急要用袋仔内底火药也是啥。我倒掉遐个沙仔，是伫拄则讲过的迄阵大雨进前，无加放伫心内，嘛袂记得有倒物伫遐。大约1个月了后，我发现涂骹布某种青意出来，想讲迄可能是啥我毋捌看过的实物。毋过过无偌久，我看到11、2岁的青色大马和优罗巴大马，甚至和英国的共款，真正互我大惊一条。对即落情形，我无法度表达心内的着惊和不解。我自来无宗教的基础，头壳无宗教的概念，对拄着的代志总认为是偶然，也是简单讲迄是天意。毋捌探讨造物者意愿和伊主宰世间的原则。毋过，当我看到大马生长伫遮，虽讲即所在的气候无适合我国，尤其是毋知这是安怎来的，难免互我着惊。开始安尼想，这定着是神显奇迹，无人也种，竟然发出作物，是伊要互我伫即个孤岛的伫生存的意思啦。这互我足感心，目屎不禁流落来。我开始家己庆幸，即种世间奇事竟然落伫我的身躯。尤其奇妙的是，我看到伫边仔沿石壁边喷发一寡幼鸡，显然迄就是猪仔的幼鸡黄仔。这我会认得，因为伫阿里卡上花的时，我捌看过。我毋若想讲这是天公送我的物产，搁相信伫即个岛的别位一定嘛有，所以我行遍岛上我去过的所在，斟酌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位的石头骹，要找搁较济即个物，毋过拢找无啊。落尾，我想起来啊，我捌伫遐设一个底加饲料的袋仔。自安尼，奇迹的想法发起，我着承认，一个发现这不过是一件平常事。我已经无搁有感谢天公赐我粮食的想法。当然，我应该嘛着对即种奇怪和意外当作奇迹来感谢，因为对我来讲，这确实是天意，
互迄10几粒七种留落来，阁无歹去，其他一切拢互鸟鼠食了了。袂输这是为天顶落落来的，还有，我甲遮个七杀仔设伫迄个特别的所在，拄好伫关石壁的面阴凉的所在，好伫互伊的发芽。若徛伫别位，定着倒互日头晒歹死去。